现今，愿我为听主声音。我若行到危险路途，耶稣因带行正路，主老保惠救我心灵，救赎带我到天庭。我受恩爱，叫大叫亲，美丽别我心，对那以后赞我心情，一心听主受改变。伊的心的黑暗高界，日地光明伫徛在，困叫我主认我的名，甲主应点伫声声。你的名主认你无？咱伫正人来认耶稣，耶稣就会认咱。咱搁做伙三角用这条诗歌来安静咱的心，求主耶稣万福分愿，困求阿乐听称赞，主事恩惠袂捌停止，大声吟诗来学乐，热心学乐拢无失停，和海声音透天顶，上帝听透恩惠极大，应该感谢拢无煞，时时刻刻纪念主恩，做主路用那稳困，受主保守直到现今，愿我为听主声音。我若行到危险路途，耶稣因带行正路，主老保惠救我心灵，救赎带我到天庭。我受恩爱极大极，主我心。对答以后赞我心情，一心听主受改变。离开失迷黑暗高界，日地光明伫徛在，困求我主认我的名，甲主应点伫声声。愿主记伫咱的名，有一日，互咱的伫主的国度来相见。愿咱的名伫四命谱的顶面拢有记载。愿咱有好的信仰，互主无甲咱撤销咱的命，因为启示录有记载。如果你伫四命谱的名册若无记载你，当耶稣要点名的时，点袂到你的名要安怎？愿主帮助咱，互咱每一个人伫信仰的内面，主拢记伫咱的名，认得咱的名。咱最后用第3节，我受恩爱极大极深，做伙三角来吟。我受恩爱极大极深，咪甲你吹逼我心，对答以后赞我心情。一心听主受改变，因心暗高界，日地光明伫徛在，困求我主认我的名，甲主应点伫声声。同心来祈祷，听堂的主，我感谢你。互阮台湾经过一个民主的暗暝，感谢主，照每一个人伊所选择的，甲阮的执政党以及在野党三角同在，互未来台湾这块土地免受你的疼，追求和谐，追求合一，恳求上帝，互执政者有智慧，
互在野党因伫监督政府，互因嘛有因的准则，求上帝帮助，互人民透过即届投票，来展示台湾会当包容无共款声音，以及多元的社会彼此来尊重，互阮的民主更较成熟，互人民伫即块土地疼会当更较侪，互阮做伙关心。今仔日我嘛用敬拜而乐来甲主理的面前，坚信主理伫阮的即块土地掌权，伫阮即个国度的内面，主理疼惜阮，互阮有自由，互阮有民主，互阮会当彼此包容无共款的文化，无共款声音，互阮伫即块土地会当有主理的同在来引带施恩带领，献上阮的祈祷，献上阮的俄乐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经，我是上帝，全地的创造天的主宰，我是耶稣上帝的信仰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灵的慷慨，对在这路马利亚出世，伊温柔良道的为咱受苦，历史的死爱中的人物，第三日对信仰中的话，就你那最专业的上帝话语，伊的名在心口把咱信仰，我是圣是圣不动教会，圣不上动，最下的，就得个话，永远阿门。请坐。咱做伙来体验圣诗的后面体验文第14。体验文第14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避难。虽然地大变动，海水也涌活大口。这声咱路会行，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。就是希望上帝在你所在。上帝踮伫遐，城一定袂摇动。你不能上帝主办在你，列邦活大口，列国大流。上帝之声被主要万军的统帅，上主甲咱同在。那个上帝最大的要塞，来看上主的所做。那伊的就要做你，伊压指间斩两手，放火烧战车。有这些拢算全的和平。当前落来，就知我是上帝。我对他受尊重，你们得受尊最大。万军的统帅，上主甲咱同在。那个上帝最大的要塞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慈悲恩典满满的主上帝啊，也我是至善，伫患难的日子，对最管永远的保障甲帮助。日夜我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指引。我的嘴唇在发出无落的声，因为主有丰盛的公义、仁爱。我的满心连诗句，诉词连歌，喙唱新河来报乐耶和华。愿救恩、荣耀、关联拢上耶和华。我要为你报乐耶和华，我的心无好苦行。我要因为报乐耶和华来欢喜快乐。主啊，我要认家己的罪。上帝是信实，是公义，伊要赦免我的罪，洗净我一切的不义。要我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平静痛悔的心。恳求主，求你照你慈爱的永远，照你丰盛的慈悲，撤销一切的罪恶，互阮来好打就分你的施恩宝座，通得到赦免，得到恩惠，通做阮随时的帮助。恳求主上帝，阮的亡恩得救，是因为
医院的神，毋是出医院的头，这乃是上帝所赐。基督伫我了要做罪人的时，就为冤死。上帝的听就伫遮显明。阮求主上帝，让阮操练祈祷，认真读圣经研修，追求圣神的充满，拢是因为主耶稣的听。让阮谦卑顺服。彼此相听，照顾依靠的父母，努力提升家庭的经济，拢是因为主耶稣的。当阮奉献金钱，投入教会事奉，关怀哀伤病痛的人，拢是因为主耶稣的听。愿主耶稣的听，永远伫阮的心中。愿主接纳听阮真心实在伫你面前的祈求。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
上帝的话，圣经罗马书第8章31节到39节。罗马书第8章31节到39节。关于这个代志，咱要安怎讲？上帝若为咱，啥人袂当依据咱？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互伊为着咱正人牺牲，因为将万物嘛白白赐予咱，啥人袂当抗拒上帝的选民？宣判伊做义人的是上帝。那安尼，啥人袂当甲因定罪？无，基督耶稣已经死，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报活，当坐上帝的正面，替咱祈求。啥人袂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？是患难，是困苦，是迫害，是压迫，是散赤，是危险，也是惨死。照圣经所记载，因为你的缘故，阮规日面对死的危险，人看阮亲像要互人杀的羊，拢毋是。伫遮的一切的代志，咱靠听咱的上帝得胜到有存，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灵界的统领者，也是管理者，是现今，也是将来的。是天顶，也是地下的生灵，也是其他的被造物，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。讲到阮长甘牧师要用主的疼的量化来见到。两兄弟平安，咱做一个来祈祷。请听堂主，你经向阮诚做你的选民，诚做你使用的器具，阮是为着要得到即个福分受选，诚做上帝囝儿女，阮对天父上帝领受你的疼。得到你互你的囝儿女的快乐，赢过世上的一切，得胜到存，以道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。咱所住即个世界，若亲像地下道共款，遮尔乌暗，遮尔无公平。捌有一个囡仔。找无，伊走无去，全村全镇头的人拢咧找伊。过日透早有一个厝边，伊要将因兜的太高水，垃圾水家倒入即个地下水道。伊听见讲，伫即个地下水道的窗口。有囡仔咧啼哭的声音，伊就紧敲电话叫救人的人来去。当伊拍开即个地下水道的管，遮个抢救的人入去到地下道来找着一个囡仔，伊居伫角落伫遐咧流目屎，伫遐咧叫爸爸妈妈。原来伊就是前几日。
战争头咧找迄个伊。所以即个新闻，互咱想着，上帝嘛是透过安尼敲找咱你伫世间倒一个角落。即个世间若亲像遮尔垃圾、污秽的地下水道，愿主嘛听见咱祈求的声音，伊亲自来到咱的身边来找咱。上帝听伊所拣选的囝儿女，咱即个世间有疼甲同疼即两种，也就是说，世上有爱与被爱两种。到底你是属于爱，还是属于被爱？我相信咱拢有真能会共用伫，因为咱听咱厝面的人，咱嘛有厝面的人来听咱。咱讲咱有亲人，但是咱伫即个独行教会内面，咱是惯用家人，咱亲像一家人安尼。上帝听拄啊好，用伊选定咱，伊用伊的听来听咱。伊愿意来靠近咱，就是公用来靠近原谅。咱讲咱靠主来得到公用，所以有听的来承认迄个欠亏之个。伫今仔日的经章8章30甲咱讲，关于遮个代志，咱要怎样讲？因为上帝为着咱啥人会当医治咱。就是讲，主若帮助咱，是谁会当破坏咱甲上帝即个关系呢？谁会当对着咱呢？既然这是上帝旨意拣选咱来要得到主的，安尼就无有人会当来阻挡咱。如果咱若要得到即个荣耀，就无有人会当阻挡咱来得到即个荣耀。所以上帝咧帮助咱。有啥物人比伊搁较强大？我就甲讲，无有啥物种的困难通抵挡、阻挡。如果上帝若要帮助咱，如果上帝若要帮助咱，伊就会用伊的困难来真做咱的帮助。啥人拢袂当阻挡咱来得到即个荣耀，即个真做基督徒即个身份的荣耀。有上帝帮助。有啥物帮助，佫比伊较强大？上帝帮助咱，伊就甲咱同在。人若有上帝、主上帝的同在，就会当得胜，到有剩。所以上帝毋是照咱所想的方式咧帮助咱，上帝是照伊美好的旨意咧帮助咱。当时即个美好的旨意，咱看做是。真普通，也是太上帝较用安尼的方法。咱上帝是照伊美好的旨意咧帮助咱，所以咱想看卖啊，到底上帝有啥物美好的旨意？这美好的旨意有当时是超过咱所想象。圣经讲主的路宽过咱的路，伊的意念宽过咱的意念。32节嘛讲，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。互伊为着咱正人牺牲，减话将万米拢白白来赐互咱，减无将万米来赐互咱嘛。所以咱想看卖啊，万米已经赐互咱，主上帝阁将伊的独生囝来为着咱正人来牺牲，就是上帝已经甲伊上好的物件互咱，阁甲遮个天的万米交互。人来管理，这是对创世纪咱看到主已经命人成做万物之灵，超过伊所创造的万米，成做是有智慧、有思考、有思想的人，以及佫有上帝的形象。所以上帝讲，佫有啥物无互咱？上帝还有什么不肯给我们的？我们想一下，咱想看卖啊？所以，甲上心爱的囝耶稣基督，互世间的罪，伊还佫有啥物无欠互咱？所以，上帝既然为着咱付出上大的代价，就无惜任何的代价来帮助相信伊的人，因为伊已经甲上好的物件来互咱。
所以啥人会当控告咱是上帝的选民，宣判因做义人的上，咱愿是来像做义，亲像阿伯来汉子。所以有啥物人佫会当来控告？是啥物人佫会当来告上帝所选的百姓，称因做义的是上帝。所以求主帮助咱，有时咱感觉家己不配得到即个荣耀，但是除了上帝行以外，佫有啥物人会当得到？所以会当定咱的罪，只有上帝，因为称咱做义，伊最后嘛会用伊的审判来判断咱。所以无有比上帝佫较强大的，所以咱毋免怀疑家己得救的即个确实。咒疼的力量超越所有的阻挡。所以八章34节讲，啥人会当甲伊定罪？无。耶稣基督，咱的主已经死，佮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高我当坐伫上帝正面来替咱祈祷。所以耶稣替咱祈祷，咱每一家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安怎？阿门。这个阿门就是你诚心所求的。这个阿门是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所以无人会当切断咱甲基督、咱甲主之间的。因为耶稣为着咱的过犯受钉伫十字架顶，为着咱搁我称咱做义，耶稣担伫上帝的正面。成做一个大祭司，咱的祈祷拢透过伊，甲咱确认，成做咱祈祷的中保。所以耶稣永远我替咱的罪来祈求天父上帝来怜悯咱。36节讲，是啥人会当过长咱伫基督的疼？这基督的疼嘛是天父的疼，基督的疼甲天父上帝疼是两个合做伙，所以咱信做人，有天父疼，佫有耶稣的疼。35节已经有甲咱讲，用一个问号甲咱讲，是啥物会当过长伊基督的疼？保罗用7项苦难来说明对着所用的功夫甲方法，来过长咱甲基督。这7个物件，这7项就是患难。第一是患难，患难较有法度成做咱甲上帝，咱甲主耶稣基督过长的迄个原因嘛。所以这患难是主为着咱所受的苦难，是困苦吗？困苦有时是互咱感受一个非常的艰难的一个困境。是困苦吗？是患难吗？是迫害吗？迫害就是因为信主来受到的迫害，受到的这个灾害，是夭折吗？是散赤吗？台语汉语本讲赤身裸体，就是你连衫拢无通穿。所以这夭折甲散赤，就是咧指非常的丧向，连衫都无通穿，连食都无法度食到饱。马斯洛伊的理论讲，人就是生理，生理的因素先满足，才有法度去追求心理。就是讲咱食先满足，你才有法度去追求搁较悬一层的心灵的赞许，就是迄个艺术，迄个音乐，也是画图。如果你向敢若画图听音乐，你无饭通食，安尼你肉体空虚，你的心灵嘛无法度去追求。所以保罗讲，基督的疼是疼咱到底，遮个拢无法度来过长。佫有危险，是指无安全的各种的危机。是惨死吗？是遮个内刀吗？内刀甲刀剑之死亡的危险。保罗先用这7项来说明讲，
即7项拢无法度计算咱甲基督之间的。所以保罗伊讲，主疼咱疼到底。彼别上帝既然疼咱，无任何的警悟，这个警悟拢无法度，互咱甲耶稣基督来计量，来决断。所以基督的疼是伫咱患难中上大鼓励甲帮助，嘛是咱伫痛苦中间上介好的安慰，互咱伫软弱时重新搁得起来。这是伫患难中7项的中间，耶稣基督来帮助咱。保罗先生写罗马书，互罗马的教会，其实所有伫罗马帝国每一个所在，基督徒受到真大的迫害。但是保罗先生写安尼来勉励伫罗马的教会，所以保罗先生讲，只有坐伫天父上帝的正面来替咱代祷，替咱祈求，伊的疼是完全还佫有力量。所以伫8章36节讲因为你的缘故，我为你安那面对死的威胁，人看咱亲像要互人害伊。所以保罗先生讲死亡的惊吓，毋是咱的失败，也是跋倒的理由。因为耶稣嘛捌亲像牛，互人抬到要杀的地。所以保罗先生用安尼透过诗篇44篇第22节讲来帮助咱，互咱愿因为你的缘故，为你受杀害，人看阮亲像要互人害的样。所以这是保罗引用诗篇44篇22节，伫伊所写内面再一次来勉励咱。所以我们是指什么？是指有疼上帝的人，为着要成就天父旨意的这人。所以咱的心中有带着耶稣的印，耶稣的印记在我们身上。你若样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得耶稣共看。这大祭司才有通坐伫父上帝的正面替咱代祷。所以耶稣是真做一个大祭司的身份，为着咱属灵的精进，来得胜，真做咱的帮助，真做咱的根基。耶稣嘛替咱的罪来祈求，所以保罗最后去用以赛亚书53章12节，这是互人第4首的诗来回应，来勉励信徒的心。53章12节讲，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，搁替咱搁替罪犯来祈祷，搁替这个罪犯，咱拢是这个罪犯。咱活伫即个世间，是活伫黑暗的所在，亲像即个地下道，无有光明，只有拉山雨。但是安那，耶稣为着咱的罪犯来替咱来祈，因为咱拢爱面对神，所以咱对疼，咱得成教训，保证咱会当领受耶稣基督的，就是伫37节讲疼的力量的成就是伫耶稣基督。所以反转这个拢做代志，咱对咱疼咱会得成教训。所以话上帝帮助咱，无论是患难困苦、困着、也有无脱体，也是危险，也是来倒，这个拢无法度计量。就算讲咱是善车，嘛相反。这个困难的境遇，虽然咱拄着拢难免，咱会拄着患难困苦，拄着迫害，即摆迫害无像初代基督徒遮尔多，也是讲咱善车也有无，也是危险来倒，这个拢无法度。所以伫基督内面，咱真做得胜的，而且得成到有存，靠着耶稣基督的疼，互咱真做一个得胜的人。这困境是难免，但是咱有一条出路，是咱的主。所以靠着迄疼咱的耶稣基督，伫基督的内面，咱真做得胜的，而且得成到有存。且靠着耶稣基督的疼，互咱安那真做一个得胜的人。
愿主透过保罗先生所写来帮助咱。所以无论死活天煞是掌权的，还是现今将来有关联的，遮个拢无法度。是悬是深，也是遐个别个受造物，拢袂有计当咱伫上帝的疼，就是咱伫主耶稣基督所有的疼。我著讲上帝的疼，佮甲因讲主耶稣基督的疼，拄好讲即两个疼是两个合做一个。所以咱胜过一切困难的秘诀，就是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而且佮伫耶稣基督的疼内面。上帝按照咱的本相来疼咱，伊会慢慢来塑造咱，互咱来符合伊理想的条件，这就是上帝的恩惠。所以咱伫信仰的内面是慢慢渐渐来成长，来成做上帝伊要互咱得到。所以咱毋通一直拢是正灵的基督徒，咱爱有所成长。8月17，咱的教会要举行圣礼典，我免为遮个称礼，咱爱追求一日比一日较有成长。有一本册叫做《最美的奉献》，这本册是2012年出的。你看到一个老爸要送伊的囡仔，伊的囡仔因为出世的时阵，因为脐带缠绕，后来伊的脑部缺氧，伊的脑部迄个氧气无够，了诚做脑性麻痹的囡仔，伊的四肢无法度受着控制，伊的骹手无法度受控制，也失去伊的语言的能力，甲伊行动的能力拢有受着限制。咱知影讲脑性麻痹的人，伊无法度有当时控制伊家己，而且讲话嘛讲袂清楚。伊先讲即个囡仔，得比植物人更较好安尼啦。有建议你大汉了就甲送去疗养院。但是伊的老爸叫做瑞克，瑞克的老爸啦即个囡仔叫做即个瑞克伊爸爸毋愿意安尼做，就好好甲伊请养，好好甲伊请养。即个瑞克伫美国出世因为脐带缠绕，才做脑性麻痹的人。即个瑞克，即个囡仔，所以爸爸真疼，真疼。伊的爸爸有真侪的方法，想要了解囡仔伊到底咧想啥。迄当时上解先进的方法，就是透过伊的脑波传达要知影。后来伊的爸爸妈妈了解讲，原来伊的囡仔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去跑步，去参加比赛，去跑步。所以伊的老爸叫做迪克，即个迪克伊是军人退伍，用即个电脑的设备，透过即个设备，伊厝里人总会当了解伊的想法。因为有一摆，伊的老爸甲伊对话的时阵，发现讲伊的囝，即个瑞克，伊想要去跑步，但是伊的脚根本都无法度运动啊，特别完成伊的心愿。伊的爸爸叫迪克迪克就开始甲伊的囡仔来做伙跑步。伊袂当走边啦，伊着为着伊定做一个轮椅，伊着塞伊一直走一直走。伊的老爸是军人退伍，一点仔退力，退伍了着伊着要照顾即个囡仔，伊着定定去参加比赛，来互伊的囡仔得到欢喜，因为伊想要跑步，伊想要有即种的经验。了后咧，伊的爸爸即个迪克佫带伊参加啥物货3项铁人的竞赛。铁人有3项，就是跑步、骑即个脚踏车，第3项佫是游泳，要安怎游泳？所以包括伊爱游3.9公里，骑车要骑180公里，佫爱走马拉松，走40公里。训练即个老爸诚做一个铁人，诚做一个铁人。咱看即
囡仔阁真少年吼，你看即张爸爸一定较老，所以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参加比赛，伊的囡仔就一直欢喜，一直欢喜，真欢喜。伊退伍一生就是要互伊的囡仔一定欢喜。哦，即台脚车阁是定做，毋若参加比赛，阁爱开钱去做做遮个工具，互伊的囡仔会当伫比赛中间来欢喜。伫游泳比赛的时阵，迪克就甲伊的囡仔放伫个橡皮艇的顶面，甲伊绑伫个，伊就绑伫个腰，然后安尼比赛，一届搁一届比赛，毋若是伫美国比赛，搁走去甲全世界比赛，即个观众就有着对白野囝拍鼓仔，你看伊伫日本比赛时阵，一定经过几人年。出长走马拉松的时阵，伊就是刹着伊的轮椅，往前来跑走，当因到伫完成比赛的时阵，白仔囝拢流了目屎，所以众人嘛流了目屎。当迪克开始咧准备比赛，伊已经无少年啦，已经是一个退伍的军人。但是为着要互囡仔达成伊的心愿，伊甘愿放下一切。看着即个老爸的努力，咱想看卖啊，迄边上帝毋是共款为着咱来互咱得到欢喜。所以囡仔瑞克有一摆讲出伊的感言，讲若无老爸，我无法度完成任何一件事。我即一生想要做的，就是讲，爸爸坐伫轮椅，我来送，但是囡仔做袂。即老爸安怎讲？若无囡仔瑞克，我嘛无法度完成任何一项的比赛。我只有用我的双手甲双脚借互我的囝使用，互我的囝瑞克快乐。这是天顶地上界幸福的代志。求主帮助咱，这个咱亲像咱甲天父上帝的关系，若无天父，咱无法度完成任何的事。若无咱天父嘛无法度成就，伫咱生中成就任何一项事，所以听将咱甲天父上帝连做伙。后来，即个真正的故事嘛拍做电影，我的钢铁老爸，这是法国人拍的，照这本册来拍一出电影。背景他就是在讲，伫遮的一切代志，咱可听咱的上帝来得胜来告诉。愿主帮助咱，后来伊出一本册，叫做《上界水的福气》。上界水的福气，伊杀着伊无完全的囝，走1091场的马拉松、铁人三项、铁人3项的比赛。因所走的距离会当西地球1个，你敢有即个能力？因走30年，后来伫波士顿有一个铜像，替伊设立。当伊杀着因囝看到即个铜像，拄好伊已经走30年，一个纪念。愿咱对伊相信来得到快乐，这种快乐就是主为着咱牺牲的疼，无比的疼，长看关亲的疼，即个快乐的源头，真侪人得胜的源头，咱同心来祷告。主啊，帮助阮能正软弱。主，你为着阮，亲像即个老爸，亲像即个迪克一样，为着伊细囝瑞克，为着要互伊欢喜，伊愿意付出伊所。愿主帮助阮，互阮会当靠着即份疼的快乐，来成做阮得胜的源头，真正的源头。互阮嘛成做一个光荣的基督徒。我要奉主你的名，常常来祈祷，因为主你伫天父上帝的正殿，成做大祭司，替阮恳求，互阮的心情有耶稣基督的吸引。因为阮每一届祈祷，主你拢诚做阮的中保，阮感谢，阮恳求，阮献上阮
所有来互助你来受恩，因为你听，你会惊疑虑。我安尼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按照为来宾为言的圣诗121首，上帝疼爱行过一切，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兄弟来读两遍。伫周报的第3页，温州的根据，拢毋是伫遮的一切的代志，咱靠听咱的上帝得胜到有春。罗马书8章37节，拢是伫遮的一切的代志，咱靠听咱的上帝得胜到有春。罗马书8章37节，拢是伫遮的一切的代志，咱靠听咱的上帝得胜到有春。罗马书8章37节。搁一摆提醒咱当地的长老甲执事即礼拜爱交接。伫本周的聚会队，请咱家己详细看。礼拜的事务表，若轮到你，请注意。若拄合袂好势，会记你爱找人来代替。来看本会的消息，咱礼拜后有爱餐，感谢黄品杰、詹玉娥甲李玉仪执事的准备。阮厝小组较辛苦，饭后的休息，愿主赐福。第二，后礼拜教会要庆祝爸爸节，后尾教会有送即个礼券，咱是用普发的方式鼓励大家来出席，所以现场来礼拜的爸爸拢会使领钱。然后第2礼拜，咱搁分一届做奖评。咱的关怀小组长，你若要去探访行动不便的爸爸，免客气，你会当甲关怀部的雅文执事来提迄个爸爸节礼券，咱这会当安尼无限制来提供。第三，下主日上午11点40分，伫咱2楼礼拜堂要来举办会金鼓的比赛。这个比赛的详细内容刊登伫周报的第9页，请咱兄弟家己注意来看。这个会金鼓的比赛是为着要配合咱的释教周年的活动，传道部真好的安排，欢迎咱兄弟踊跃照依比赛的内容，组队来参加。这有真悬的奖金甲鼓励，咱用会金鼓来庆祝咱教会的释教纪念。第4项，这个拜三的祈祷会要为着和平小组甲可爱小组来代祷，欢迎咱兄弟来参加。第5，伫8月初9的拜六下晡，咱的圣歌队要甲李春生纪念教会圣歌队伫遮做交流。然后8月初10下礼拜主日是圣乐的纪念日，咱的圣歌队要甲李春生纪念教会的圣歌队伫遮共同来献诗。这真感谢建强执事伊的努力，来当互即个交流真好势。第7，8月初10下晡3点，南投教会要举办王圣权牧师就任第9任牧师的受祭礼拜。王圣权牧师是咱王明仁长老的后生，较要紧是王圣权牧师是咱教会出身，阁是咱教会推荐去读神学院的传教者。那么即届特别互南投教会邀请咱的圣歌队去遐献诗，所以咱教会有租游览车安排遮的行程。咱兄弟若要参加的，请咱一定爱去办公室报名。游览车若满额，就停止报名。因为要办团体保险，请咱一定，无论你是要家己开车，是要坐其他的交通工具的，请咱拢到办公室来报名，通
团的南投教会有一个回复。第八，请咱继续对教会4年的读经计划照这进度。你只要照这进度，一张一张读，咱伫2027年，咱就会当把新旧约的圣经读一遍。来看团体甲小组的消息。第一，注意了，下早伫4楼路堂要举行亲子悄悄乐的音乐课，这是咱的林牧师来指导，欢迎咱遮的小朋友甲家长来参加。第二，少年团契伫爱餐了后有聚会，伫1楼的路堂要请李明英医师来演讲，伊的题目是中风的风治。欢迎咱兄弟朋友参加。你毋是少年团契，你嘛会使去听啦。这虽然是少年团契班的，你若拢会当吼，咱兄弟拢会当来参加。4海读经的运动，咱伫即届的启示录第1期的课程内面，真欢喜有36个人参加吼。第5、第6、第7，这个团契活动，请咱家己详细看。咱来看关怀协会的消息，因有这个诈骗的宣传吼，嘛有要去举办这个社区关怀点的旅游，因为这是有政府的补助，你若感觉有趣味，你嘛当来甲报名参加，请你甲罗伊技师来接洽，办一个具体的关怀，甲带导平安礼甲请安，咱请牧师来甲咱引带。第7页的教界消息，请咱家己详细看。周报的第10页有顶礼拜的报告，奉献做领袖。若有出入的，毋免客气，用咱的财务部长林主组长老来欢迎。第11页有6月份教会的财务报表，请咱家己详细看。伫支出的部分，上下面有一个累计结存的金额，迄可能有错误，因为结存无可能是负的，这可能拍伊的印刷有错误，这咱后礼拜再调整。咱咧真多谢吼，少军长老们提醒吼，迄数字，迄个结存的数字无可能是负的啦吼。咱这个报表，咱用家己来看。下面请老师来。今日有新的朋友吼，咱老师来为着为咱教会现在需要关心一个参加来关心的，因为像阮伊咧面前都关心的，为着等下阮要举行亲子的活动，注意来把所有食物，在在家长以及在小朋友，讲上这个活动，这个活动让阮来重视最恶的信用，在小朋友的信用、价值、因的教育。
日平安，互报命的人受着帮赞，互阮的罪恶放大阮的眼界，看着社区，看着社区的小朋友，以及伫即个少子化，阮所面对小朋友哪来咱少人，阮的社会是阮的罪恶的人数，求上帝帮赞来叫阮陪伴，互阮有另外的看见，互阮相信主你是伊的偶像，帮助阮。今仔日的爱餐，阮会来，阮参与的人拢伫主你的行内面来互相请安，做伙立正，三角来分享。上帝嘛保守今仔日爱餐了后聚会，无论是青少年的聚会，还是主你拢引传帮助阮。阮8月要迎姊妹教会8周年的礼拜，求上帝嘛帮助支持阮，让献出18年的教恩，主你满意。8月12圣诞主日，对台北李春生纪念教会圣团队，伫因疫情计划好的事，无法度来，总是伫疫情了后，伊照一个行程来
加济